大家好，我係建道 SBCL 負責敬拜新里程課程嘅同工 Gladys， 同時咧我亦都係一位鍵琴 synthesizer 嘅導師。詩歌咧除咗會眾唱嘅旋律之外，其實咧仲有好多喺譜上面你未必會見到嘅旋律㗎，例如 intro 啦、outro 啦、間奏等等，甚至咧喺會眾唱旋律嘅同時，句與句之間嘅 fill in，或者咧同會眾一齊嘅旋律並行嘅 counter melody 副旋律，都係咧我哋樂手可以去奏嘅一啲旋律嚟嘅。咁作為司琴或者司他嘅你，又可以點樣去設計呢啲旋律呢？嚟緊咧喺8月嘅逢星期5，我啦司琴導師 Shirley 同埋司他導師優仔就會一齊開辦教會樂手後援會言愛之音呢一個課程，到時咧就會去教大家點樣去設計呢一啲譜上面冇嘅言愛之音，去豐富我哋嘅敬拜。同時咧亦都會分享我哋3個嘅經驗，去同大家去分享啦，點樣咧令到呢3件樂器可以夾得和諧，夾得更夾。期望喺8月嘅課程度見到你。